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中国爆发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互人吐槽讲有暗藏的情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就是吐，这个吐就有较体的意思，像咱讲吐涂沙；另外嘛有小姐竞争的意思，像咱讲吐人的饭碗。若是用尖尖的物件吐，就会当讲是吐一空真大空。也有压人的秘密，或者是唔对的所在，咱讲莫甲人吐。另外文音读做吐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吐破，也就是突破，会当讲是亚人的唔对，或者是亚人的白菜话。第二个词吐槽，就会当讲是绕开亚康，或者是讲人唔对的所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真爱分家规，结果有一天互人吐破，当场甲伊吐槽，就那害伊绕开绕达，也阁真歹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吐，另外文音读做吐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